演者，然后我表演是兔仔。大家好，我今日表演是兔仔鸭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地下鼠。大家好，我是兔仔动物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鼠。好，阮要开始阮的故事哦，阮的故事，嘿，阮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就是爱拼才会赢，嘿，阮就开始啊。古早有一个动物园仔，伊就流行羽毛球的，有一只兔仔哦，就爱拍羽毛球的，毋过伊的身材就是 everyday， 拢互人看袂起啊。哇！你看，阮的第一期选手又搁摕到羽毛球世界冠军啊！羽毛球是一个各要求身体素质的运动，若是迄只兔仔身材毋够好，是无法度甲羽毛球拍好的。兔仔细汉时阵啊，定定伫因老爸工课所在咧看羽毛球的比赛，嘿，毋过伊就是对羽毛球足有兴趣的。我以后嘛想要甲因共款，变成世界冠军。但是吼，阮老爸伊就无支持我拍羽毛球啦。你遮尔矮，也是好好读册啊！毋对，就安尼，兔仔定定伫咧学校捡别人换的球杯啊，嘿，甲同学拍。哇，佮捡一个球杯啊，真爽！好啊，你看你遐尔啊矮，是要安怎摕到世界冠军啊？唔免你管啊！好，伫咧兔仔想要放弃的时阵，伊生命中的贵人就出现了，是得到世界冠军的第一次。贵人是贵人。哦，贵人，贵人，贵人，嘿，歹势，这嘛是羽毛球的教练啊。唉，我看我真正伤矮啊，我真正无适合拍羽毛球啦，还是莫拍好啊。卖是啦，你遮高跳，跳到遮尔高，安尼会当伫比赛的时阵，甲球拍甲更较好。哦，好，你就来我遮练习。好啊，开始训练。我即摆足强啊！练习几年了后，兔仔已经伫庄仔内拍败足侪人啊。哈哈，我即摆已经拍败庄仔内所有的选手啊，而且阮教练嘛有引准我出国比赛啊，咱做伙摕冠军吧。兔仔头一摆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阵，就拄到足强的选手亚龙选手。英文输啊 A 啊！我头一摆参加国际比赛，就拄到遮尔强的对手。我看即摆我一定袂赢的啦。我输啊！好，经过这个比赛，兔仔受到足大的打击，甚至想要放弃。毋过伊的教练就予伊鼓励。教练你来啊！我咧。是你互家己伤大压力，爱相信家己啦。干嘛呢？好，教练，我决定我要练我更较强的，我挑战一届，挑战一届。好，听教练鼓励了后，兔仔就调整家己的心态，继续拍拼。累。几个月了后，动物园仔办一年一摆的世界比赛，决赛毋过是兔仔甲伊阿龙的对决。哈，又个是你，即摆我无可能输你的啊！莫讲生笑啦，你阮输啦。
好，比赛一开始吼，亚龙就赢到足济，土仔感觉足紧张的。这个时阵，土仔就调整伊的心态，慢慢享受比赛。哼，伊要是兄弟百卡，过一分我就赢啦。莫遐笑着啦，甲你讲，摇摆落票会久啊。这摆我一定无遐简单认输啊。这个时阵，土仔表现出伊一开始拍羽毛球就有的决心，对家己讲，我是上强的。我算到三，做伙和我讲，我是上强的。1、2、3，我是上强的。我竟然输啊！你百卡。你就算身材输无人，毋过若坚持落去，就袂晓输啊。慢慢对土仔就倒赢。无错，即届我总算是赢我一生上大的对手亚龙选手啊！我即摆是世界冠军啊！耶！这是土仔头一摆赢过亚龙，阁是伫伊的故乡赢，阁较有意义啊。第一名，我是第一名。我竟然输啊！我竟然输啊！要正读册啊！不行，我赢啊！先发在我手上，同阮做伙庆祝一下。耶！好。好，小朋友，阮甲土仔庆祝一下，好无？好，对我做。来，会当比。文姐，好耍的啦，免惊。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，快倒来，快倒来！哇！